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县政府甲南投县烹饪组织的工会来合作，推出着年菜，拢是用在地食材。啊，县长柯淑华特别打扮做总铺师，帮忙来推广。 为了过年特别到，南投县长柯淑华打扮做总铺师，作为推广好食年菜。每一位都知师用行台步的方式来小解因岛的好料理。那每年都会吃的蹄膀，我们今年推出不一样的，我们推出的是一个战斧猪排。每间业者展现创意料理，甲在地食材做无同款的变化，让大家会当吃到真济好滋味。包括我们埔里县的我们百香果啦，这个茭白笋，显示我们南投在地的一些食材啊，欢迎我们民众来我们南投旅游。除了推广在地特色年菜，南投灯会卖伫咧明年1月14号上场，内容精彩个丰富。县长也邀请大家来到南投过年，新会顶食美食料理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